咩问题？叫咩无客栈？侬客栈会面话，行渔民的当中侬客栈会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面话是客栈。半年半行百几用，买酒狗路，恁结婚交餐用年半。半年半，半年半，半年半，行百几用，百几用，买酒，买酒。酒咯，买酒狗咯，狗咯。恁就结婚交餐用年半，恁就结婚交餐用年半，餐用年半，餐用年半，半年半，行百几用。百几用，买酒狗咯，啉酒结婚交餐用。餐用年半，半就是看见，行百几用，羊是羊，百几用呢就是绵羊，sheep 绵羊，百几用买酒，没有煮。狗咯，狗就是顾，没有主人照顾狗。恁就结婚，起根就是开始。结婚交餐用多样并播，教他们多样。半年半行百几用买酒狗咯，恁就结婚。交餐用年半，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汤，杯呀哈，杯呀哈。对出船长民族都朋友，照当罗马杯，能用紫茶容，杯子老钢杯罗杯，啊啊啊！